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欢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故鄉對許多人來講嘅話，可能係異鄉嘅地方，無論係成長嘅地方。但是對於有啲人來講嘅話，其實係一個認同嘅地方，嘛按照故鄉。有一句話按照日久他鄉變故鄉，如係我哋基本嘢，我哋主角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講法。我哋基本嘢來自係來自我哋南投嘅鳳鳴墳。伊其實係南投人，但是伊對故鄉有一個幾層的愛。但是用一部分的一個熱情，伊這個本來學藝術的，伊把藝術的一種能力發揮喺熱情裏邊。我哋馬上歡迎我哋的民風的那個漢少，民風好。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的馬卡卡，就洪明宏。請問一下哈，從你這個本來如學一種藝術一部分的東西嗎？算是從小家人就還蠻支持做就是藝術創作這一塊，所以我在不管是從高中開始一直到大學，其實都是相關的領域。可是頭頭我哋一開始嘅時間吼，這個嘛是有講，你係高雄嘅鳳鳴墳，但是問題係你這個南投人啊，你這個對高雄一件事情，怎麼會有一啲感情咯？其實算是小時候阿公阿嬷他們住過高雄。那這段故事其實要從他們蠻年輕的時候開始講起，就是我阿公其實算是苗栗的客家人，那他那個年代就是日本時代，他就跟着家人一直從北部那邊賣煤炭，然後一直賣到台南的關子嶺，然後那時候他就在那邊念那個小學，就是然後念完之後家人有賺一些錢，然後就在高雄買房子，所以我記得聽家長還有就是老一輩人他們講說，他們就是住在楠梓加工區那附近這樣子。那後來就因為一些跟不同族群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們就把地賣掉，然後搬回到南投區這樣子。但是講，變成講，你這個萬歲時都常常聽一人在講以前有啲高雄的神在都出來了哈。蠻常在小時候過年的時候就會聽到阿伯啊，或者是伯伯跟那個阿公阿嬷他們會聊到高雄這一塊，那就會很常聽到高雄的生活的一些故事。那譬如說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哈馬星這個地名。那哈馬星這個地名，我小時候聽到就覺得很像遊樂園的名字，因為它名字很不像是中文或者是客家話裡面的任何一個文字。那直到我大學來到高雄之後，才知道原來哈馬星是哈馬線。那哈馬線是日文的濱線的意思，就是濱海的鐵路線。那我就覺得這個名字很美，所以從小時候一直到長大，一直記得這個名字。可是等於講，你這個萬歲時雖然講你這個冇去過高雄，但是你睇一啲睇人啥講法時，人都提講啊，高雄也有啲地方，然後同時也有啲嗰種嘅一啲遊樂園那咁樣。但是你後來讀書嘅時間，有到高雄嚟讀書嗎？有。後來我先講一下，我高中的時候其實在台中的僑泰中學念。那因為南投沒有廣社科，所以我們就都會到台中去發展這樣子。那後來高中畢業要念大學的時候，老師就跟我說，不要跟其他同學搶台北的學校，高雄也不錯，所以我就填了高雄的志願，然後來到高雄的東方設計學院這樣子。可是畢業以後一直在高雄工作。對，畢業之後就一直在高雄工作，最主要是因為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林正興老師，然後他跟他的算是學生尹力老師一起在駁二藝術特區辦就是公仔的比賽跟展覽，然後我剛好是那時候的專案人員，就跟着一起弄駁二的公仔展。當時駁二的倉庫大概只有3棟左右，那現在應該已經10幾棟了，就是差距很大。那有點算是從就是草創時期的駁二開始跟着一起做這些事情，那就覺得高雄的海其實蠻有發展的潛力，那就覺得畢業之後，然後退伍之後就繼續留在高雄去做藝術創作跟做一些相關的事情，這樣子。其實當呢一段事情吼，你講頭頭我等咧民憤以這個講嚟講，其實嗰時嘅高雄市政府都希望講，其實高雄作為一個海港嘅城市，而希望講一海岸線啊，吼冇啲防空了，因為嗰時嘅吼有幾多理由，譬如講商業嘅理由啦，高雄鋼鐵嘅片，還有一個軍事嘅理由，吼，嗰時我等咧雖然講睇
伊在海港的丧失的高雄市民，其实伊嘛无办法改群的去接触到遐海岸线。不是，其实高雄市政府的意思就讲，俺哋迄咪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解放在海岸线的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其实台糖有几多的俺哋咧重复的海岸线嗰片，其实已经想讲。拆开，但是其实拆开一件事情，其实该弄开啦，因为你拆开该容易，但是你做一个安泰减分时间，你要几多钱，出来几多天呢？我所以等于想讲，我哋下面用一种方法，把一个废弃的一种仓库去重新做开发。好，我所头头伊讲来讲，其实在博二，其实一开始的时间，咱三通的仓库嘛，但是今年嗰种来到高雄的博二时间，一条海岸线。其实按不下时间一定上，好，可是这时间政府希望讲，我们可以把我们海岸线开放以后，让我们市民可以去接触到我们海洋，去接触到我们真实迄个海港丧失的一个目标。可是这时间这个开始做时间，你马上就变成更加的一个工作形态啊！你对以前来讲的话，记得你头讲迄个做广告课嘛，吼，可是从更加的其实学呢无同样哈。伊中间迄面有无可能转变咯？最开始学都是平面的，就是画图啊，或者是做一些平面的设计，然后顶多就是做包装设计。那包装其实跟立体这件事情有一些关联，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就是3D 的东西。那最主要的关键点应该是刚刚有提到，我们那时候跟老师一起做博尔的公仔展。那我就开始去思考说，我的平面可以怎么去跟立体做结合。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很喜欢做公仔跟角色的插画，所以当时学校就有一个新的科系叫做那个流行商品设计系。那因为听说学长可以在那边学到做公仔这件事情，那我就去报考这个第一届。但没有想到，就是进去第一届还蛮多，就是要从头开始学的事情。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学了精工或是玻璃，其实对创作都还蛮有一些帮助的。那我觉得跳脱以往做平面的思维，可以有一些就是跟我觉得了解不同的艺术形态，可以去跟不同艺术形态的工作者去做沟通，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事情。对，如果你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其实就对平面慢慢的变成立体。好，慢慢的就变成要求还有无共用的一种材料的一种合作，好，譬如讲金光、玻璃，好，你变成讲海摆，你这个同无共用的业者、无共用的这种材料的业者开始合作的时间，提供应用的去提做合作的一样的意思。它等于讲其实这是学习的东西里边变成后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养分。对，像我后来其实，在自己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其实也用到蛮多立体的这件事情的技能。像当时帮博艺术特区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后来在公仔展10年后，我们又用纸模型的方式帮他做，就是博二的公仔这样子。那后来也帮高雄的那个邮局做像是甲仙的猫油桶，然后还有就是宝来温泉的油桶，其实都是透过立体的方式去做整个呈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学到一些立体的概念之后，对于我在做一些工作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帮助，就不只局限于在平面。因为一几年来，公仔啊东西变成一个太让人过热门嘛，过常看到的东西。那同时过多的展览地方，我哋嘛看到个新的一个公仔，一个我哋讲黄金牛啦，人形一本法，一种黄金牛一种做法。但对你的设计者来讲的话，因为公仔嘛，你讲黄金牛来讲，伊代表係一個乜嘅用的一種精神嘛？你講，你想要用一個公仔表達乜嘅東西啊？公仔这个载体来讲，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讲 IP， 其实 IP 就是它是一个智慧财产权，它可以去诠释创作者的世界观或是价值观。那其实我自己创作边线熊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呼应刚刚提到的，小时候听阿公阿妈讲哈马星这个地名，那我就想说，透过这个地名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创作？那自己也在高雄生活超过10几年了。那我就想说，能不能用自己喜欢的画图或是画角色、卡通人物这件事情，去做一些对地方有帮助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做边线熊这个角色，然后去前面几年就是纯粹创作，然后
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开始去跟商圈、跟社区合作，做一些像是联名商品，或者是做社区发展、商圈的活动等等的。像我们去年有办吃冰比赛，我们就是用冰鲜熊这个角色去跟当地的冰店，大概有4间冰店，然后去合作做冰品的行销。那我们也跟当地的文具店去跟他合作做就是文具的这一块，在前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跟盐城在地的文具去合作做一些钢笔、钢珠笔的部分。那其实小时候也都会看这些就是知名的品牌，像文具啊之类的广告，所以其实觉得还蛮开心，可以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合作。嗰等於你講，其實我哋以前上到嗰種黃應用吼，我哋咧講仔，唔係你講，伊哋看嚟講嘅伊啲東西，等於講也我哋可以透過也嘅黃應用，亦可以依條無共用嘅一扎做伊哋集合。好，同時你講，唔可能某一本透過也嘅公仔吼，我哋黃應用可以去了解伊啲地方。你頭都唔講嘅，也可能你伊啲 IP 其實我哋講嘅智慧財產啊，伊啲來源。咁從人來講嘅話，讓我去把黃應用變成一個 IP 咯。其實它的過程還蠻複雜的，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做自己的創作，所以我其實花蠻多時間在做資料收集跟一些資源的累積。我們一開始前面幾年就是在高雄四處去做一些文史調查，然後還有社區的造訪。那我覺得IP 或者是角色這件事情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它的故事背景跟怎麼樣去跟人互動啦。那我們這幾年開始就是也是正在籌備做繪本，那我們希望說透過更深度的故事去跟小朋友互動，然後也可以就是讓這個故事去延伸成更多的就是不管是平面的，或者是立體的，或者甚至是遊戲、繪本等等。嗰時候其實我哋講看到你哋佢講嘅伊啲公仔，冇得講我哋講黃應用嚟講嘅話，其實唔單止係佢講佢定義上，其實後邊有幾多幾層嘅人文嘅故事，係有意愛傳達嘅伊嘅意思。譬如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喜來嘅上台節目，我哋來賓來自我哋南投，其實係一個高雄嘅人嗬，而且高雄話嗰叫嘅我哋嘅名分，同人講黃應用同人哋智慧財產有關係係乜個東西？上頭都講安道以後，你係咪同人哋紹介下你自己嘅作品？因為今日我哋現場帶安道嘅一啲作品出來，你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開始紹介呢？最旁邊藍色這個兔子，其實是我大概是退伍之後的作品。那其實，在退伍之前就做了一些紙模型的作品，去跟不同的藝術家合作。那這個兔子旅店的這個作品，其實是退伍之後，那時候剛好遇到日本的那個地震，然後我就覺得想要做一個展覽來去做一個探討，就是人跟自然環境這件事情。那這個兔子就那時候是把它設計成把自己包覆在一個保護裡面的一個角色。那我們那時候就找了大概36個創作者，然後一起來畫這個兔子。所以這個兔子其實是作為一個載體，然後跟不同的藝術家去互動合作。嗰時等於講，唔知個係設計也係兔嘅一樣嘅，但是同冇圈樣嘅設計師去以這個去睇也係兔嘅上面去發展這個嘅一種特色的出來。對，那時候就是一隻空白的兔子。當時還沒有什麼樣的太多的顏色或是設計在上面。那其實我在早期前面幾年都是空白的樹體或者是一個很簡單的樣貌，然後去跟不同藝術家合作。那像這個兔子的這個載體，其實當時我們就在高雄、台中還有台北做一個巡迴展。那剛剛有提到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也做了一個展，也是用比較方正的形狀去跟36個創作者去合作。那時候是在2008年的高雄設計節。那時候我們就跟36個創作者合作做紙模型，那後來再延伸做這個就是兔子的部分，這樣子。可是也譬如有一點問題，你講也唔係一次一兩一直冇辦法搞清楚嘅噃。譬如講，假如這個，譬如講用唔做嘅也兔嘅，
做出伊的作品来讲法，搿些作品都是系亚文艺术家的还是人喏？算是那个设计师的。搿对你来讲的话，搿你自己有第一篇就得到嘛个东西吗？我觉得我这边得到就是算是一个策展的一个经验，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不同的设计师去合作，做不同的作品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也可能也跟我自己工作背景有点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待过艺廊，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当时我自己还没有想出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角色或创作，所以我反而还蛮喜欢看别人的创作。我还没用下啲东西来介绍一件事情来讲，譬如讲也土嘅来讲嘛，因为头头来讲，你设计一啲我应用，无你设计啲公仔嘅时候，其实你做几多嘅田野调查，嗰時然後因為也會田野調查歷史啦、人文啦，都設計也會一啲我哋講公仔，但是也會公仔其實係一個平台，利用一個平台，讓幾多藝術家向下喺一公仔上面去做無窮樣嘅發展，然後變成講，他個人都會開始向下去注意到一個議題，係咪有意思啊？对，就是我希望說透過一個載體去串聯更多藝術家。那其實每個藝術家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粉絲或是關注他的人。那我們就想要說透過這個東西去連接更多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認識的一個管道。像我們最近也是跟在地的商圈社區去結合做獼猴的展。那也是把它串聯到各個店家跟不同的藝術家，然後讓大家去認識在地的生態，其實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嗰時變成嚟講，因為我應用本地來講嘅話，其實伊當係設計係一個 IP 嘛，一個智慧財產，但是乜人家業用乜嘅方法來做法，都等於伊這一隻設計師喺做嘅時節，一路越來越提講，因為公仔伊自家本地所代表乜嘅意思？因為其實嗰種伊自家去保護嘅話，其實我幾從我看到講，我哋我看到伊哋細奶伊哋細妹也好，其實細奶都代表我哋呢高雄嘅勞工，然後細妹其實代表係我哋高雄嘅移民，但是也會我應用兩個其實係固體呢，但是唔會看到幾多藝術家喺上面用無窮樣嘅方法，去喺上面畫圖啦，或冇翕相嘅方法去做一啲東西，但是透過也會一啲窮樣嘅一啲應用，他個人所有藝術家，伊嘛對高雄講，高雄嘅博爾嘅地方有一啲無窮嘅認識，所以說。這個意思就是說，譬如說我們在駁二看到的很多譬如說那個公仔，那一對公仔，好像男生是一個勞工的形象嘛，女生是一個漁村的一個形象。那也就是說，他也邀請很多藝術家去做共同的創作，是不是？也是說，透過這個創作，第一個讓藝術家也開始了解高雄，第二個就是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他其實同時也把藝術家本身在地的一些潛在的一些支持者啦，或者是粉絲，也是連接進來，是這個意思。對，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剛好也有操作過幾次，應該算協助啦，就是駁二的公仔彩繪的那個創作。然後我記得第一屆的彩繪我也有加入去畫，那我就覺得那個駁二的公仔跟那個就是工人漁夫，其實對我來說意義蠻重大的，因為那算是我剛來高雄第一次接觸到比較大型的一個公仔的展覽跟一個創作。那我覺得透過，因為那個版權算是市政府的，所以他們其實很容易去廣邀各種不同的藝術家來做創作。我覺得可以跟他其實邀請包含高雄的，然後包含外地，甚至還有世界各地的創作者去畫那個駁二的公仔。那我覺得其實就是把它當做一個載體去跟大家就是打招呼，然後大家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動這樣子。或者變成講我應用本身的版權還是變成來的呢？創作藝術家本身，但是對於我的高雄市來講嘅話，以透過一擺伊哋他個人向下來創作一件事情來講嘅話，伊把伊嘅知名度全部打開來。嗰時你睇作品的時節都開始做一樣的那個紙玩具這個系列，係咪？咁紙玩具系列之後，有乜個系列？紙玩具的話，就是我們一開始是自己的創作，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去跟不同的藝術家去合作，包含說高雄的像駁二，然後還有像李志遠老師一個插畫家，我們有跟他合作做就是紙模型，像前面的那個小豬就是跟他合作的作品。那我們就是把一些像是塗鴉藝術家或者是繪本創作者，
然后还有漫画家，我们也有合作过，还有甚至我们有跟公共电视合作过他们影展的吉祥物的公展，然后还有跟游戏橘子也有合作，就是做手机游戏的角色子公仔。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从比较纯创作，然后慢慢变成跟不同艺术家去合作做他们的角色。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慢慢思考说，是不是可以去做自己的角色这件事情。所以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做了冰线熊这个角色，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是想说能够把纸玩具去跟冰线熊去做结合，所以在我们的一些创作里面也有把冰线熊这个在地的角色 IP 去跟纸模型去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有跟高雄捷运，然后还有85大楼也都有合作过赠品的部分。因为头有开始你有讲到讲，其实迄人做我们讲冰线熊的部分啊吼，其实从你这个以前对高雄的印象有关系嘛吼。可是创台发展的时间，你很用把你以前对高雄的印象，不用提下作品里边啊。其实花了1年的时间在高雄四处走，因为其实大学的时候刚刚提到在东方设计学院是高雄比较偏台南的地方。那我觉得很有趣，住在那边人都会觉得自己比较像台南人，因为离台南比较近。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市区之后，就平常就是上下班，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多了解这块土地。我反而是因为那时候去申请一个高雄市人才回流计划，然后就是每个月有就是文化局的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多时间去调查或者是去探索高雄的一些事情。那1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去累积这些刚刚提到的，就是有点像日记的方式去做创作的累积。那把这些累积的内容储存下来之后，我们就后来变成自己后续的一些养分这样子。头先你就有讲到讲，其实花1年的时间睇高雄行人行业，然後記錄嘅一個東西。但是對於嗰度已經喺個高雄嘅人來講嘅話，亦都係成塊嘅地方啊，而嘛看唔住嘛特色。咁唔知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其實像我哋安尼有受過訓練嘛好啦嗬。嗰1年地方，你這個看到高雄有乜特色，冇那種記錄到乜個東西嗎？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做文化歷史研究的朋友，我自己都會去跟他們去走導覽。然後也有參加打狗文史在新會社的一些活動，那包含我們最近也有跟他合作一些導覽的行程嘛。那我自己會去做一些記錄，就包含說，譬如說老窗花或者是花磚，或是一些老房子的外形，然後還有一些在地建築物的，就是研究等等的。那我就會去畫這些建築物的形狀，然後還有就是它的一些元素，作為自己的創作的養分。那另外就是冰線熊自己我也把它設定成就是從外太空來到地球的一個角色，所以我就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去探索地方的角色，有點像是我的眼睛的那種感覺。那我就把它算是把我自己去研究的一些圖像，然後還有找到了一些小故事，透過這個角色的眼睛去把它創作出來。好似等於你講。看到嘅來講嘅話，睇嗰個影像地方，看到嘅係無同樣嘅我哋講元素，嚇一種符號啦，嚇一種符號嘅元素。聽你講故事，嚇唔可能看到係也會一啲沙器，無你也會鐵器地方個貼配啲故事嘅形態。最慢嘅時間，如像頭先講嘅，如可能最慢都係也會冰線熊。然後透過伊開始睇也被提起地方，就發展無同樣一啲某樣的故事出來。對，我們其實透過冰線熊去踏查這些元素的時候，我們後來也有跟高雄郵局合作，就是郵票。其實他們在2017年的時候找我們合作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在做就是冰線熊這個角色，那我們就以哈馬星為主題去做一款就是哈馬星在地主題的郵局的郵票，就是後面這一張。那其實也是因為我們當時在就是哈馬星研究跟生活一段時間，那我們就想說可以用哈馬星的元素，譬如說代天宮，或是大家熟悉的西子灣的雄鎮北門跟英國領事館這些元素去做創作。那後來其實2017年做完之後，他們在今年也找我們幫他做，就是像是郵局的封套，然後還有就是一些周邊的商品的延伸。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今日看到伊的王英有模的公仔时，其实后背真是系的改创的伊的研究，然后做出也位王英有模的也位公仔。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表演用的伊的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段節目我哋來賓明分同人講，伊除了創作我哋嘅紙玩具也為內列以外，伊還創作伊啲按照變現用也內列的伊啲東西。所以我摸一下吼，頭都已有講到講我哋嘅變現用嘅部分，以前同我哋嘅郵局嘅有合作做郵票嘛吼。咁其實我哋現在咪改到唔知㗎，伊啲產品，你係咪同我哋紹介一下講？呢度產品係同乜一就合作啊？你嘅合作嘅方法係樣？我覺得我從最先的開始好了，就是我們跟鹽埕當地的文具品牌合作的鋼珠筆跟鋼筆。其實一開始的合作契機還蠻有趣的，就是我們幫當地去做文史調查，就是幫別的朋友幫他做文史調查。那後來就認識文具廠商，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文具啦，就是收集一些東西這樣。那後來純粹訪談完之後，他也蠻喜歡我的插畫，我們就開始談合作。那我們的合作方式其實是用圖像授權的方式。那我們其實選了4個蠻有趣的主題。首先是龍虎塔，因為外地的客人來到高雄，最先會想到就是龍虎塔，蠻著名的地標。然後再來是珍珠奶茶，然後跟小籠包，或者是那個我們第一代還有出一個是那個剉冰的。就是圖案，那我們就用高雄就是剉冰嘛，然後還有台灣最知名的小籠包，然後跟龍虎塔去做創作。那後面的這幾個的話，是我們去跟當地的不同的品牌去合作。像後面這個方形的紅色盒子，它其實是我們去，因為我們這幾年也做一些商圈營造跟社區營造的事情，所以我們就跟鹽埕還有哈馬星的3間店家，包含說茶行，然後還有甜點店。然後跟做有點像是賣早午餐的店，然後他自己有做一個獨家獨門的辣醬，然後去跟他合作做這樣的一個禮盒。然後最旁邊那個的話，是我們跟那個印刷研究中心的健走活動合作，就是他們每年都會辦健走，那我們就把它健走裡面會用到的一些元素，他們去年的主題是野餐，那我們就把圖像也是授權的方式給他們做使用，然後他們就可以把圖像用在包裝盒，然後還有袋子，然後還有活動的現場這樣子。哦，故事等於講，譬如講我哋也會同我哋藝術研究所合作嘅也會東西講，也會合備以這個本帶都有係咪？對，盒子跟袋子他們原本就有，我們就純粹做圖像的授權。哦，安尼係啲啦。你等於你講，其實我哋有時陣我哋幾多嘅企業、幾多嘅產品，以這個希望可以講做本土化哦。但是本土化一件事情，在地化一件事情，其實我哋可能本大陸有一啲新嘅包裝嘅東西，但是我哋各種講，我哋做啲在地化、個特色化嘅時間，我哋冇辦法可能講冇按到人力去重新去做一啲在地嘅設計，甚至講我哋有乜嘅特別嘅元素。表現來，咁你講我哋同安尼在地嘅一啲藝術家合作嘅時間，都可以講直接把以自家嘅作品表喺我哋作品上面。安尼我哋咧產品自家都有啲在地化嘅一啲特色，譬如講頭都講我哋咧就將冇都講我哋本地都有一啲常常會做嘅一啲我哋講行路嘅一啲活動地方，我哋用一啲授權嘅方式，嚇形象授權嘅方式，安尼對講，平常我哋常常會看咧睇一啲地方。都因為有特別的一個合作，嗰時候就變成有一個在地化，但是在地化的一個形象嘅部分，係一定花幾多時間，用無同樣的文史調查、無同樣的歷史背景的一種調查地方去設計出來的事情。咁從咱的講法，你等於講也要變現上啦，吼變現上，你這個本地來講法，你等於係你自家要一個關於創業的智慧財產，智慧財產你用同無同樣的人合作的方法，變成也要一個事業的來源，係咪？對，其實一開始自己會去做一些產品，譬如說剛剛前面講到的紙模型，就是它需要自己開刀模，然後自己去印刷，然後就會有庫存的壓力。但會開始轉向做圖像授權這一塊，其實也是想說，其實有做產品的專門，
做产品的专家，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出图片，然后就去做授权，让他们做使用。那这样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研发成本会降低，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一些透过图像去获利的一个收入来源，这样子。对啊，那第讲这个后来成立的公司嘛，哈，那公司今年差不多多年了。公司现在差不多6年，我们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其实吼，照一般啊，人中小企业伊种统计来看的话，各种伊的公司吼可以超过6年吼，其实伊都可以行下去的。咁一6年底波吼，有发生过有乜嘅跟讲，过痛苦的事情啊，过难忘的事情吗？有，因为其实从一开始我是因为人才回流，刚刚有提到这个计划去申请公司，然后就想说应该结束计划之后还可以持续营运吧，然后就开始觉得还蛮累的，因为创业这件事情真的蛮不容易的。那后来又开始有想说跟别人合伙，但是后来合伙也觉得好难做，所以后续都还是以外部合作的方式去跟不同的品牌去合作。那当然也有自己在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最近也开始去跟不同的地方店家去做一些联名品牌，然后就会开始觉得慢慢好像上轨道了，就不会像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这样子。可是当初你这个开始成立公司以前，这个没想到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多少嘞？对，因为对公司的想象就是都很美好啊，就是创业者都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开始营运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譬如说本来想说报税应该很简单吧，就自己写一写然后交上去就好了，但后来因为自己忙到忘记，然后就忘记报税还被罚钱，就遇到一些很有趣的小插曲。但后来就是发现说，其实各种不同的分工可以委由不同的专业来去做这样子。对啦，其实吼，应该讲，你的行业来看啦，一开始创业的时间，其实都最麻烦的时间。希望讲某个事情都这个可以做，但是你会发现讲，你真正某个事情，这个做时间，你这个没按到的能力嘛，没按到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最尾都发现讲，你这个专心去做赚钱的一部分那事情吼，他今天来讲的话，你这个为公司的一个方向，太有已经深度了，系咪？对，现在我们就是专心做冰线熊这个角色的营运。像我们今年就申请文化部跟中小企业处的案子，然后去做地方的店家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包含做比较偏文化面的活动的举办。那未来我们也想说，把冰线熊这个角色持续的去经营下去。因为其实一开始冰线熊这个角色，我们就想说把它当做一个地方的吉祥物去经营。那其实它这个地方也很小，它就是哈马星这个小区域一个小村落的一个吉祥物。那其实台湾比较少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们其实做起来蛮辛苦，因为从民间的角色要去做地方吉祥物这个事情，其实要蛮多资源去累积。那我觉得我也不急，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创作去做这件事情，包含说我们已经开始跟地方的店家，然后我们也请到一些计划案去持续去经营这个角色。那我未来是还蛮看好它的发展，因为包含我自己也在筹备它的像绘本，然后跟它后续延伸的一些东西。所以头都唔講嘅話，其實係猜 TA 嘅懲罰嘅問題啦。但是你有想到過冇？頭都唔同我講，其實多一啲譬如講有位變現用，一個是對調查，設計變成一個產品嘅部分。有可能係其實都算一個標準嘅流程啦。你想過講擺下標準嘅流程，去比方我睇其他縣市，譬如講鄉鎮啊，去提一點設計上冇同樣嘅一種推白嘅一種公仔冇應用。對於冰線熊這樣的流程來講，其實我們也有沿用到其他的角色，譬如說我們在前幾年2017年左右就有做幫那個郵局做橘貓的郵筒。那郵筒之後，我們在2020年其實也幫他做像那個袋子上面的就是郵便夾。那因為我覺得貓這個角色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養貓啦，我就覺得貓奴會亂花錢，所以我就做了幫他做夾子之外，還有幫他做那個封套，就是裝郵局的那個存摺的封套。然後聽說郵局貼上去賣，大概2個禮拜以內就賣完了。然後他最近還跟我說，他要加數量去製作這個夾子。那我就覺得這個模式好像可以持續下去，因為
角色其实讨喜度，还有就是跟地方的连结性，然后还有包含说他在商业的操作模式上，其实我也还在做学习。那另外就是我自己本身也蛮想要回去做南投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想要，它毕竟是我出生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啊。当然我还是蛮喜欢高雄，我就想说，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回去南投或是中部的其他城市去试看看这样子。好，因为最主要来讲，也要角色而唔係即個你講啊，唔係即個睇我哋作品台里邊錄即個錄拍出嚟嘅東西啦。因為唔係做過幾多嘅調查，提講上面有乜嘅色嚇，而有乜嘅形，然後可能看嘅東西乜嘅東西，你再睇。這個載體的伊的表現，吼，你比如講上面我有黃梨啦，吼，做迄個伊的藍色，伊可能你有的載體的伊的說明，伊的解釋。可是對載體人來講嘅話，其實看到亞威伊的角色的時間，其實伊如果有伊的想法嚟講，伊如果我能推表我能載體的東西。可是今個對你的一塊是廣告，我能講廣告科會是吼，中間有發生很多事情，最尾你這個成立的公司，也一路行以來。唱人對我哋可能觀眾，我哋喺電視機前面可能有對我聲音呢，而這個可能想愛創業，有乜嘅一個建議，本幾度想愛創業嘅人冇？我覺得創業還蠻難的，就是你要準備很多不同的工具，就跟去上班有完全不一樣的心態。尤其是你自己要當老闆的話，就是可能要學習，譬如說你自己基本的記賬能力啊，或者是。假設你是要做文創這個產業，其實很多人在做設計或藝術這一塊，那你要怎麼去找出差異化，其實還蠻重要的。像我們自己本身，其實因為我們是選擇用在地的角色，然後在地的角度去做這一塊，然後包含說紙模型，這個也是蠻少人做的，所以我們去做差異化這一塊，就可以去接到不同的案子，或者是得到不同的客群這樣子。嗰時有一句話講，一載體一個字，基本對於我哋名分呢，伊個你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幾清楚。而用我哋載體嘅元素、載體嘅故事，伊設計出來嘅伊個角色，能夠用應用冇得公仔，其實伊都可以代表我哋載體嗰度精神。啊，一部分嘛可以同幾度載體無同樣嘅合作，作為嘅合作，變成以這個傳承嚟來嘅。經過嗰啲感謝我哋名分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按照你創造的故事。謝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我覺得年輕人其實可以多為自己的家鄉或自己喜歡的城市去做耕耘，因為這個城市其實就等於你未來生活的地方，或者是你未來會回去的地方，然後盡量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然後去回饋這個社會，然後還有去跟更多人合作這樣子。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現場來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單元，謝老夫先生小朋友今日又要同大家向下運動的哦，我哋開始哦，腳打開來，慢慢地，個大開始咯，打開來，後面，前面。後面，再來擺前面哦。後面，前面，好，慢慢來後面哦。再次打開來，轉眼看你轉十下，1、2、3、4、5、6、7、8、9、10，相當的好。按你做後面10下，1、2、3、4、5、6、7、8、9、10，再來前面10下，1、2、3、4、5、
6、7、8、9、10，後面10下，1、2、3、4、5、6、7、8、9、10，相同嘅號，一慢啲腳打開來，綁開來哦，腳要打開來，綁開來，再幫一片，腳筋要打開來哦，你不用鬆來，那些好好運動哦。幫腳。捏一下哦，再幫腳。再幫腳。再幫過來。再一擺。再轉過來。相同嘅號，一慢腳打開來咧，1、2、3、4、5、6、7、8、9、10，好，10下，再做10下，1、2、3、4、5、6、7、8、9、10，拍手，相同嘅號。你全身開始社會我哋來開始來較量，要麼我哋來同小朋友來比賽，看乜人嘅力量最大，我係泰力斯來，你來前面數，左定數，前定，鼓好來哦，身體做後面，來幫看乜人最有力你。注意，冇本身人哋幫到嘅有些病嘅被幫到，所以要做定嘢數準備好嘅1、2、3，開始綁，小朋友有力3爸爸有力，綁，幫爸爸綁過來嘅，爸爸讓嘅，第一擺來，小朋友企好來，要麼要比賽。跳哪對跳哪，跳哪對跳哪，看乜人泰力斯準備好嘅，腳要打開來，預備開始，鬆，用力鬆過來，用力，鬆，爸爸讓嘅，你同小朋友培養感情真好，最尾一擺好冇？用力鬆腳打開來用力鬆過來1、2、3，開始，鬆過來，鬆過來，鬆過來，小朋友同爸爸打平數，兩種樣最尾一擺來，最尾一擺，我哋要揾無圈用嘅方式，對跳哪，空定跳哪，數打過來，咁乜嘢跳哪先有啲咯，1、2、3，開始，踢跳弓，用力，過來先，跳哪有啲，抬頭嘅力量嘅抬再來呢，我哋看到日咧海綿天，都係咧穿暖前，穿好教嘅，所以我哋咧學教不卡，總是咧教。簡約呢，初等好嘛是教，穿暖前。所以運動無分體不卡學教，公園呢總是得。繼續我哋利用海綿天嚟做運動，等下我哋做錄一集。邊我哋萬世剛好教嘅通木，睇咧都個太窄嘅通木，一笪通木大家有看過冇？譬如講個太，不係太上，唔看，樹轉來轉去，慢慢地行，
哦，转过来，再行一遍。哦，安尼愈完成呢？来本身印尼教教伊完成安尼用的体呢，转过来，竖安用的，安尼竖伸出来，啊，脚顶屁股，也都要太屁股哦，腳鼓落來行哦，唔是按帶，唔是按帶，不用等啦，預備開始，數位痛哦，轉來轉去，相同的好，唔好幫到，慢慢地行，再一擺，1、2、3，鼓落來數位慢慢地停痛，嘿。相當好，也買學一隻雞公嘅，雞公嘅，咕咕咕，學買嚟辦事不靠種熟個度雞，雞行路啊你行，冇幫到哦，冇幫到雞公哦，再來行過來雞公。來，揾小朋友嚟學雞公，鼓落來，慢慢地行哦，一步一步行，個太步啊，太步，太步，轉過來，相當的吼，也買示範較困難的動作，都係大人同小人的難點，有看過嗰度發生危險一下有冇？我哋大人的小人的都難點，保護小人的，我哋保護小人的體體內方棍啦，安尼安全的學到來做示範，來，小朋友睇下片，坐定。坐過來，同大人面凳，難凳，難凳來，1、2、3，將我哋做嘅一個動作，都係我哋看到嗰度嘅保護物也好，體重也好，嗰度仲係保護小人嘅，安尼保護人嘅條嗱，小人嘅，發生車禍也好，體重保護自家小人嘅，同埋我哋棍嘅動作都係啲保護定嘅，有啲動作嘅重要，希望大家學會，今日有得去腼腆，我哋。上到萬聲，我哋教了，是嚟學嗰度雞公啊、太上啊，有得去明天簡單又好用，我哋睇不卡地杯，係學教，攞杯仲是教了，希望大家今日過個快樂，好好運動，我哋下禮拜見面咯。